大家好，眼前你見到呢一條片咧，由頭到尾，包括你眼前見到呢啲動畫、呢啲字幕，全部係 Cockook 後期幫我製作、幫我剪嘅喎。我一鏡到底講完呢條片啦，掉咗落 Cockook，再加一堆嘅指令 prompt， 其餘咧佢就自己幫我溫掂搞掂。佢係點樣做咧？先粗剪走啲 dead air 位啦、停頓位啦，我講錯一啲嘅 NG 位，順便幫我降埋草，跟住咧加埋動態圖卡啦，即係啲動畫 motion graphic 轉場，繁體中文嘅英文雙語字幕啦，連你依家見到呢一頁動畫都係佢生成嘅。咁值幾多錢咧？香港請設計師1分鐘嘅教育口播型短片啦，後製可能收1500至3500蚊不等，仲要做4至6個鐘啦。你話自己剪係咪唔使錢咧？其實唔係喎，因為你時間唔係免費。仲要如果你係老闆創辦人之類，隨時300至500蚊一個鐘嘅人工。當你時薪400啦，假設剪一條片3個鐘，1個月出4條片，你自己隻手咧已經燒成幾千蚊噶咯喎。請人又貴，為自己剪咧又花時間。咁依家咧你見到呢個剪片嘅流，Cockook 幫我剪咧非常之簡單，有 Cockook 再加埋 Remote Editor Kit， 再加一條你錄好咗嘅口播型短片原檔，再加一紮嘅指令。咁譬如係幫我剪走 NG 同空白位，上雙語字幕加動畫，假設係咁樣啦。咁成品咧就係你依家見到呢條嘅短片嚟嘅。Workflow 係有嘅，留言 edit 我教埋出埋教學俾你，關注我，關注更多 AI 嘅實測。